洒的世界，无人袂懂。你记得吗？你记得吗？该秋天天春的西路，紧行紧冲过，该紧往西日头下，紧往西日，该紧往西日头下，永远的结果。我唔记得路，我唔记得路，该梦想像染风的山头，行呀行。另外，老师也做了一个决定，我决定让谷阿明去参加比赛。你知道，郭老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阿明因为很担心林志宏的伤，所以我们就来看他了。林志宏，你有说什么？你们也拍戏啦？人家就全部转业啦！林志宏，你拜托人家就全部转业啦，俺什么啦？林志宏。志宏，如果你真的累了需要休息，咱们先回去了。奇怪呢，我喊同丫头提天数，无天数无相干哦。唔限做迄旧杀从脚甲搞起嘛个妙呀吧？鸟哎，阿叔讲的话，当作大屁乱吓。你弟啊？唔要都爱唔知吓，旧杀从做都爱讲过的啦。哎呀好的喏，有人了提天数吼，加茶叶买来当好啊。啊结果呢，俺来丫头提啊。多下教同人相打，本人倒也个都偏眼红你嘛？哎呀，咁做？子凤嘅事情我也提过，不过用艺术嘅角度来讲，其迄整件发了，无顾阿明来得上通啊。卖讲啊？你也迄几个秘书先生讲嘅？唔讲迄个搞秘书的想讲的哈？哎呀，来，阿叔遐问啦，唔同这想讲的迄个先生哦。到底有男女关系的来往无？啊？我无啊。无真奇怪，其他唔同相顾的天数，你来听听伊天数，其他冇同样都来天数，你一句话都唔敢讲。阿嫂，我迄就事论事，我比较个伎俩上嘅作品，子凤嘅部分比较较无创意。创意啊，种东西啊，慢人讲较准啊。细人的比赛咩，做嘛安念咯？慢人掹來好，慢人掹來唔好，我不管。總講一句話，我臨床書嘅來做嚟同伊上大數年咯。迄講參加呀種比賽啊，切都做唔得輸嘅相顧嘅。阿嫂，你嘅意思係？哎，我喊約嘅相顧嘅先生食飯要安排嘛？佢唔會來嘅。有冇講佢喎？有冇啲唔會來啦？阿嫂，你唔好為難我老郭老師好冇？你請佢講事情。基本很較發現，往此你都講誒，你喺西學嘅法度，你就本佢自由發揮，莫個插手管了件事情，好冇？冇菜我都凶啦，拍凶啦，啊！连那些事情都冇办法谈数。我菜伢都台阿记吵，喏，
不会懂什么啦。阿嫂，你又太爱给恩情，俺唔要唔记得。不过天数要看情况。好啦好啦好啦，也件事情啊，请要想办法啦。赢落来都平烟啦，迄个可难啦。阿嫂，去啦去啦。小安太哦，冇用啦。我要緊啊，人哋都好搞爭落去費事哩。阿爸，一定係掉啲。大女儿，大爷，大爷，上來啦！阿爸，我等就上來啦。你嗌到我哋出去，你下真上來，你嗌冇攏講啦。你看，来找起去，让你兄弟，让你回嘛，打进来，你不好意思翻啦，你不好意思翻来嘛，你不好意思翻来嘛。阿爸，阿明家唔走啦，迄個林志宏先欺負阿明家啦，根本日阿明以為牽家，就要叫我嚴家啦。唔過馬上先通數啊，熊大就會唔錯啦。你喊打林志宏，你真勁啊！做乜嘅？其實都係欺負我，我就都唔使打佢咯，冇公平啦。佢係有錢人啊，你唔係啦。你莫去討人啊，冇要緊啊，你唔好去麻煩啦，啊！你要去食飯咧，你要去食飯，我忍耐啦，你點冇？阿爸，老阿咪打傷我啦。你插插佢啊！我冇教訓佢啊，譬如話講我冇家教啦。你聽我講啊，係唔係正經呢？係正經嘅啦，阿咪係葉風嘅啦，郭老師也啲啊。好嘞，你唔好叫咧。你老阿面教育嘅，暗沉哦，我來做啦。我因為下屬暗從咧。志峰，你做乜介小東西啊？我去跳那唔會分嘅啦，我唔會得到伊嘅，我係做無啦。好啦，我來去講看啊。錯啦，志峰，我還冇問你，郭老師老你講乜解啊？冇乜解啦。
志峰，你有乜解无欢喜嘅地方？让我安做咯，哈？朝得安转啦。好啊，医院也免乜解好了嘅所在啊，转去不开休息，根本唔是遐搞啲么啊？哇，基本已去好搞，也无乜解意思。好。哎，咱去我叫做嘛？去秦副市潘翠妍的宿舍。啊？好啦。阿明，参会，哈脚咧，图书馆付唔到咧。阿爸，阿咪都係唔起來呢？哦，真係適應啊，越來越難嘅啦，係我哋打嘅希望。阿爸，阿咪唔係臨時蟲啦，佢規身都按摩書上，規身都按手呢。哎呦，自己發燒誒！叫我用辦咯。你先去讀書啦，我讀佢啊，去看先生啦，好，去啦。嗯。各位同学好。坐下。大神，为什么古阿明跟林志宏今天没有来上课呢？古阿明的姐姐刚才说她生病了，所以要请假。林志宏我就不知道了。好，请坐。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开始上课哈。林老师，林志宏现在怎么样了？哦，他今天一早出院了。我叔叔希望他多休息1天，所以今天不来学校。没事就好。郭老师，你昨天已经跟志宏说了美术比赛人选的事了吗？是啊。他还好吗？昨天我回去医院时，他已经睡了。今天来不及问他，不过他看起来很平静。这才是我最担心的事。可是他如果没有什么情绪反弹的话，
或许就可以代表说他能够接受这个事情。也许我们都低估了他的 EQ， 他其实可以做得很好。希望这样才好。我今天就要把名单呈报上去了，没能帮上你弟弟的忙，其实我还是觉得很抱歉。别这么说，我提出这么不合理的要求，我才觉得抱歉。其实你说的很对，我们是应该从小就学习面对挫折。关于人生哲理，我应该跟你多学习才是。林老师，我们现在说话一定要这么生疏客套吗？我记得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很活泼、很开朗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们之间好像隔了一道墙。哎，两位啊，在聊什么啊？干嘛表情那么严肃啊？谈些学生的事，你们聊，我先去忙。好。哎，那个名单出来没有？哦，写好了，现在哪里？哎，对，干脆这样子，我们就来个午餐汇报，好吧？你就到这个地方，中午12点半，不要迟到，拿着啊，不要迟到。再打个了，谁把存着了？皮肤偏黄哦。佢本來就有，最近有蠻耐做嘅，使嘅啦。有時知，有阿面有啲發燒，後面有啲發炎，你喺感冒引起嘅啦。等下哦，注意啥哦，食藥嘅，所以多休息，本水家庭都要注意好嘅啦。沈峰先生哈。啊，不過吼，佢氣色無好，皮膚偏黃，又個暗潮，係擔心吼，佢有寒病。佢係咪生人呢？生人咩要對寒病啊？我建議你吼，安尼帶太醫院檢查較好。你做得了下困冇？寒風嘅外地哦，去太醫院啊。外地喺西診所嘅啦，我做檢查，安尼要到太醫院當做的。你哋對哦，無你為了種偏側無嘛要緊。一旦發現哦，我馬上治療當做的。含愛檢查，唔知愛用幾多錢呢？阿爸，你想咧？阿爸把你當歡喜哦。同歡喜啊，因為阿爸當久冇把愛呢。阿爸，你做本嘢一定當愛好。又好咧，阿爸最愛你上大啦，下擺做唔得安用哦。阿明啊，做本嘢我帶你嘅地方會痛冇？阿爸唔愛，我就唔會痛啦。夠冇子誒，最暗甜誒。等一下轉去哦，先食藥誒，好好睡冇，天公人哦就會好咧，啊？阿爸，我冇想去進貨嘅。你冇想去轉去，你去去哪啊？我想去學校看公布欄啦，因為基本嘅公布欄會寫，咪做地特別學校去參加美術比賽冇誒。你啊，拜託啦，阿爸，阿爸，拜託啦。哎，你到现在才来啊？来，你这大人物啊，跟他讲话的时候尽量看清楚。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本校的美术老师郭云天郭老师。你好。久仰大名，久仰大名。这位是本镇啊鼎鼎大名的林长寿林议员，他也是林志宏爸爸。一直想约郭老师吃饭，雪芬说约不到你，才麻烦徐主任
站着干嘛？坐。请问二位今天约我出来有什么事吗？哦，还不是为了我儿子的事。听说最近学校美术比赛角逐人选的事啊，他很不开心呢。我想借这个机会啊，跟郭老师请教一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想两位就不用再周旋了，有什么话直接说，不用再浪费时间。郭老师，您这样说是最好啦。那我们呢，也不要拐弯抹角了。听说郭老师今天要把美术比赛的人选名单交出去，是吧？名单现在就在这边，可以请两位过目。你不用现在拿出来，你先听议员把话讲完。郭老师啊，如果名单上有我儿子的名字，这就好说了。万一名单上没有我儿子的名字，哎，我看郭老师是不是可以拿回去修正一下啊？如果你听话的话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。如果你有什么条件，你开出来，只要我做得到，我一定答应你。我相信改3个字，对你郭老师来讲，不是一件困难的事。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郭老师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呀？人家林议员在跟你协调啊，你怎么听都不听完就断然拒绝了？这件事情原本就不需要协调，孩子们的世界应该天真无邪的，不应该因为官说变得污秽。嘿，你的意思是说我很肮脏喽？哎，郭老师啊，你不要忘了呢，你今天能够当上美术指导班的老师，是雪芬跟志宏来拜托我，我才去跟校长协调，让你担任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哎，对，这件事情啊，我可以证明是真的。郭老师，人家啊这么看重你，现在是你报答的时候，你就稍微配合一下。我很感谢您对我的赏识，但是无论你为我做过什么，我还是会坚持我的原则，绝不改变。哎呀，郭老师，我们是好言相劝，你可要识相啊！你何必为了一个名字跟我们硬碰硬呢？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，或许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，可是对孩子来说，这就关到他们的未来。如果表现得好，也许将来有机会可以成为一个扬名国际的优秀画家。我不懂你们为什么要为了自己的私利去抹杀一个小孩子的天分。如果你们换个立场想一想，你服气吗？够了，我不是听你来说教的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哦。告诉我，到底要我怎么做，才能换我儿子去比赛？我要你面对现实，不要以为有钱有势就可以买到一切。我不会妥协的，对不起。哎，你想的真不是死话呀！林爷，你放心，亚件事情我会处理的。冇啊，两单冇打出来啊！哎，可唔可以靠你抽嘞？郭老师讲，一定唔应该啊。怎会冇咯？你看冇啊？冇啊！古先生，他怎么来了？老师，阿敏，你不是生病了吗？是啊，刚才带他看完医生回来，他不肯回家，说是今天啊，美术班要公布比赛的人选，他硬要到学校来看一下，他才肯回家哎。老师，不是说今天的吗？为什么都还没有公布？
其实我已经把名单送出去了，这2天应该就会公布了吧？哦，还要再等好几天哦。那正好啊，等你病好了，也就知道了，是不是？怎么样，我们可以安心回家了吧？老师，我们先走了。黄阿敏，你是不是很想知道谁能代表学校参加比赛？不是不能说吗？可是老师想要告诉你，你就是我心目中最好的人选，所以你一定要赶快好起来，去接受训练，代表学校参加比赛，好不好？老师，我会快点好起来的。老师，你等我，我也很快就回来学校上课了。好，快回去休息。阿明啊，跟老师说再见。老师再见。老师，再见。蒙古睡不着睡，做乜嘅笑啊？阿爸，阿明有好些嘞冇？佢啊冇發燒啊，但看佢睡嘅當好呢，一直燒誒。高先生啊，講佢做啲參加比賽啦，佢哦當歡喜啦。嘅當然咯，阿明啊，按愛發圖。高先生啊，我佢去太醫院檢查啦，佢嘅身體啊，一年做唔對唔插佢啊。所以咪該去睇醫院啦，佢幫埋嘅病啊。先生講吼，我去檢查後長地啦。阿爸親無簡單哦，張有錢靠天主啦。這下又遇到這種嘅事情啊，實在啊。阿爸，我感覺阿明兩容易真見到冇受傷呢，唔對佢去檢查好冇？假使我用到咁多錢，嘅以後我哋上吊會用處好咧，我只要阿明嘅身體健康。查妹啊，阿爸講話唔講阿明啊，你放心啦，阿爸會想辦法的哦。一達生意到底是樣扮演的，圖也唔畫，數也唔到，唉。大家有車嗎？係。大家還忙出門啊？生意你咩都係用，我用我有錢就攞主意咯，仲喺度日嚟開嘅。遇到重大嘅事情啊，我已經答過阿明。不過，對人嚟講啊，喺日嚟啊先通數嘅。樣啊，你來同我哋度呢啦，係啊？唔係啦，我去了啊，幫你結事啦，你喺前面睇住，你點一下啦。唔是點啦，我相信啦。條家，有件事情啊，係唔係做得讓你參詳一下嘅？看是冇乜好事情啦。講啦。聽經驗啊，原來你冇受傷啦。先生愛佢去太醫院做全身的檢查，禮拜你哋愛自己道歉啦。條家，你會唔會讓我聽說一下嘅？
先帮我拿到茶叶啊，双没有去买啊，你还本钱啊，来张老你算啦。看有样冇？挨咗講台再無荷包咧，前陣還挨呢啊，挨係盲推落去呢啊，再同我加茶葉，樣啊，茶葉就唔係錢咧啊。條家，拜託你啦，挨生意啊，真嘅業務輸送啦，見變色啊就變黃咧。既然茶葉嘅錢咁拉人拉嚟做全城檢查費用啊！阿陽啦，唔加拿本嗌錢先拿上要。條家，你要對我按得好喏。只要唔顧先生能得同嗌批下，嗌閒做得同佢嘅手，其實較好意思。批下乜解啊？喊人拉冇參加美術比賽。我來動會畫圖誒。哎呦，人來就騙我按嚴從我去醫院檢查。還同人揾埋個圖，揾做埋個東西咯，莫到個自水人嚟啦。嚟講咯，都靠好好養片，好好養身體，較要緊啦。呀，只要唔顧先人講一句好，人來莫去參加比賽，贏到嘅錢咯，全是萬。我同講，含負擔係輕鬆得醫生，同人來看片，哎呀好冇？啲名單公布出嚟冇？我當初客家隊會好幾耐，家隊會仲要好教去上課，然後特別好教去參加比賽。小菜，今日來諗住快種圖好咧。人係畫到嘛個鬼樣嘅啊！真嘅冇畫圖嘅天分啊！那係嘛藝術家嘅料，畫仙氣就好咧。我也冇指望佢哦，以後有嘛個成就，還會身體健康啊，最重要。以上是我的建议，谢谢主任。谢谢苏老师，您请坐。那马老师什么问题呢？体育室有些球具已经破损，无法再使用，需要增添新的用品。好，那先麻烦你把清单开出来，等我签过字之后，你就跟总务处请款，好吧？那施老师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没有，对吧？好。林老师有什么问题？校际合唱团的比赛活动要开始了，我们要开始甄选学生组团参赛。这个事情哈，林老师你比较有经验，那全权交给你处理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那翁老师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没什么事情要报告的。好，那谢谢各位老师参与今天开会，那到此散会啊。哎，主任，我还没有报告哎。你能有什么事要报告？主任，美术比赛选手名单应该要公布了吧？我们拖了这么久，再不公布会来不及训练。啊，这个呢还要先跟校长报告，你把名单先给我，我会处理啊。为什么还要跟校长报告呢？这是正常的程序啊，你需要管那么多吗？你就当好你的班导师就好了嘛。
的，郭老师老祝你年卡好。还唔伫诶，徐主任跟林议员找你出来吃饭，要你更改名单哦。你是因为没有答应他，所以徐主任才这样找你麻烦的。其实我是不愿意往坏处想的，可是那件事都已经过了2天了，徐主任好像根本就是刻意到漠视这件事情，既不公布名单，也不持续的进行后续训练事宜，把我选在那边进退两难，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。这样挺伤脑筋的。他这样拖延刁难，无非就是要你妥协嘛。我们为什么做什么事情都要屈服于势力嘛？你跟翁老师本来有机会交往，也是因为这种势力的关系，从中破坏，你们才会无疾而终啊。现在就连这种小朋友单纯的比赛，也要因为大人的私心去牺牲那些有潜力的小孩子，我不会容忍这种事情发生的。你说的是没错了，只是事情到这种地步了，你现在要怎么办？反正我是不会妥协的，我一定会力争到底。古阿米，你总算来上课，2天没来，我好无聊哦。哎呀，爸讲，那感冒还蛮好，江从本其他个同学，因爱唔好到上课。你们真是好朋友哎！你2天没来上课，他也2天没来上课。佢要唱两个歌，迄唔迄演艺上大出上东严冲啊？我看他都没有事啊。我觉得他应该是装病不来上课的。错嘞，好搞公布秘书个名单无？没有哎，老师也没说。真紧急哦！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！起立，敬礼。老师好。各位同学大家好，请坐。坐下。很高兴又看到林志宏还有古阿明回来上课了，你们身体好一点没有啊？我已经没事了，谢谢老师。我的感冒也快好了。那就好。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首先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要请蓝马同学当着大家的面跟林志宏同学道歉。啊？我？是啊，你在人家的食物里面放蚯蚓，该不该道歉？林志宏，对不起了。所以咧，冇要紧啦。好，蓝马你坐下吧。各位同学，老师希望你们能够了解，打架是最糟糕的行为。各位同学，上帝赐给我们双手，是拿来创造美好事物的，不是用拳头来施展暴力的哦。这个事情结束之后，我希望到此告一段落，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。大家听懂没有？听懂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发联络簿哦。老师，美术比赛公布，为什么还没有贴出来啊？对啊，我们都等好久了。其实老师名单已经呈交上去了，我想大概过2天就会公布了。老师，名单是你写的，所以你一定知道是谁代表我们班出去比赛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呢？不可以。学校还未正式公布的事情，如果老师先告诉你们的话，这就是泄密，这样是不对的。反正你们很快就会知道是谁了嘛。但是老师在这边呢，要提醒大家，无论是谁能够代表学校参加比赛，我们班上2位参与的同学，你们都要给予他鼓励跟支持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好，发联络簿哦。周大山。有。王心颖。有。范特华。有。马老师，有事吗？你今天
吗？有事吗？是这样的啦，那天我看到一个小柜子很喜欢，可是我搬不动。但是那个店家他又没有办法帮人家送，所以我就想说，今天下课之后，你可以载我去把它买回来吗？对不起，我有事，没办法帮忙。你现在怎么变这么忙啊？你以前都不会这样子啊。那是以前啊。我想你喜欢的是郭老师，你应该找郭老师帮你忙才对啊。也制造你们相处的机会。也对，我喜欢的是郭老师，关心的也是他。我只是想要旁敲侧击，知道他跟徐主任发生什么不愉快，借这个机会问你一下，不行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大可不必那么大费周章。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郭老师跟徐主任确实有些不愉快，而且呢，还是为了林志宏。什么？真是太可恶了！连这种事情他们都要管。马老师，你在口。你们在聊些什么？这么生气啊？是谁这么可恶啊？昨天听妈你阿叔啊，记老到总念了不起。佢平常时你乡里间，总能去看个事哩，得到个好处含啦。佢也好，连好搞的事情做在插书馆，真给挺过分呢。王老师，好了，不要再说了啦。不好意思哦，刚才我们在你面前讲客家话，你不介意吧？不会啦，我们认识那么久了，我都听得懂，所以你们尽管说，没有关系啊。你早说嘛，这样下一次我在你面前就讲客家话，让你多学一种语言。谢谢，我也希望如此啊。这样啊，我就以后呢，等一下，你甲我讲的娘娘嫂插出个好感觉的事情。做迄味道记喺报片内，做在参加秘书比赛某个事情啊，你有咩可能唔对呢？你之前唔系佳佳请郭老师帮佢案例咩？哎。雪芬，再来拜托你好吗？你再一看你阿叔，要等下去3年嘅比赛厅，又唔系选总统，敢有必要用到安尼个地步？再讲，假使分其他嘅好场地咧，给林志峰还摆得好甲因用嘅做人哦。林老师，我觉得这样做有些不妥当，那你回去好好跟林议员好好沟通一下吧，好吗？王安民，是你燃起了我从事画笔的热情。郭老师。我叔叔请你吃饭的事，是真的吗？对不起，我劝不动他。我真的尽力了。林议员对我有养育之恩，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，我不能忤逆他。对不起。不是你的错，你用不着感到愧疚。其实我很清楚你的为难，我想你之前面对我就一直背负着很多压力吧，真是难为你了。林先生也告诉我，
当初是你跟林志宏恳求他让我成为美术班导师的，对不对？虽然我很不喜欢这样，可是还是得谢谢你们。要不是你们，我想我可能早就失去了这份工作，更别说是当美术班的老师了。这甚至让我重拾了画笔。我希望你能告诉林先生，他这份恩情，我会一直放在心上。只要有机会，我就会回报他。可是不是要我违背自己的良心去答应他的请求。郭老师，一开始找我关说，发现我不妥协之后，你们就百般刁难。现在呢，你们去找股价让他们自动弃权。郭老师，你敢使我的名字？阿姐，做乜嘅反应咯？先生讲，你哪个啊？你哪个啊？你哪个啊？今日就已不会救我，北风落，浪又冲，一杯酒出送你送我，木之。